年大家好，咱要来读心经啊吼。发这罗立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心发这罗立多时，照见五蕴大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咱呢知识心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是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心，乃是无脑数，亦无脑数心，无破执灭道。无地亦无地，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发这般若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发这般若蜜多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发这般若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成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令度一切苦，真实不虚。菩萨发这般若蜜多时，即说就愿各地各地。般若揭谛，般若经揭谛，菩提萨婆诃。较过来念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经揭谛，菩提萨婆诃吼。迄字台语的音应该是揭啦吼，揭变啦，揭穿啦，揭啦吼。揭哪对啦？人个教授，迄咒语的教授讲的，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经揭谛，菩提萨婆诃吼。参考咧林光明啊，教授林光明教授咧，伊咧讲做揭谛揭谛，般若揭谛，般若经揭谛，菩提萨婆诃。好，各位前缘大家好，来读台语的哈。来大本的这本吼，台语的哈，大本的这本吼，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为天，听报地落灵山地，莲花应尽可三成，落在中原三圣地，大净速传红河心，天津修完挂净河。安海时时点心经，分雷震开无知土，天下神鬼不安宁。身在人间中华庙，修炼圣道归上仙。天花老庙随玉线，修完天花在高中，三百两极天庄树。本源果实在中央，老庙当下通天下，有应山前对合作，平移照相归家去，祈念东来弥勒经，用心祈念佛来救，道道金莲去朝心。即是世来必将主，将疑点起化成经，每日至心常持念，
三灾不难不来亲，孝上成佛勤礼拜，将持通明智慧心，受听家人何说话，何选意马良无私，老庙降下真天寿。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多下世，五方列仙下天中，各方神王来对贺，报数灵动塔得清，三观大地诸家住，下罪天得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天顶文波甲地神，发达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并领30种愿众，护别灵官跟随经，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众儿得安宁。北方神武为众帅，清炼弘法天神通，下地坐骑压日月，头顶新罗七宝星，为北方为岁首，肃清诸恶挂甲兵，下救万人共义女。辉光六地化为田，四海玲珑来助道，国家相魂去成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得三阳弥勒尊，有王得灵者下生。受福人言归正宗，往来坐下真言咒，分下东来大众经。生于刹女上思念，家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遍心通大，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真鬼怕，妄量邪魔化为平，修持接类顺路径，念起真言归佛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一叫手。好经天地众好好东仙，地色好义全家安，好顺灵心，好顺主，好顺主地必灵源，好是灵德第一步，好主下世即为先。自古忠臣得好主，本选贤臣比好良。信心建立好父母，好德不足当家庭，好德贵在心中好，好亲戚莫非言，小福人间不识好。唯心福好天理还，诸事不顺因不好，转地好灵感动天，好德贵顺无他妙，好顺不分入用难，福禄大有好日节，天上好主灵眼观。因缘得可好父母，好敬父母如敬天，好主口内有好语，好父母相待好传。功德上边灵行好，有乐好来有乐贤，
汝得宿命升学校，南将士德后在前，后在乡党人亲近，后在家中大小欢，后处红人就款后，后华风俗人品端，生前后主声价贵。此后后主万古传，处世唯有后历代，后灵感动悲合天，后经后文化后传，后父后庙后祖先，父庙生主原为后，灵后就是好字人。虽然明白父庙后，下辈后主照妙还，当上父庙不知后，不后受强莫怨天，后主民大太和尚，日后出地自愿安，亲在应后不知后，亲属知后。后悔然，后在心后不在貌，后贵实行不在言，后主世家全家乐，后主地国万民安，我国同经该因后，日后即是太平年。灵后不在平和府，全体亲心是好人，兄弟和睦即为好，阴阳两字把好传，好将咱事见真好，好用满面成亲人，父庙相传正义好，好事官干清一领单。赶紧后来光阴快，亲友我后受有天，生前为后，方为后，此后尽后多枉然。孝顺全家后是宝，孝顺温和孝离甘，要可贵入上帝后，和恶反驳孝亲人。为人若是不知好，不如禽兽是可怜。必应万仙好为首，当知好字是根源，念佛听仙也是好。好将佛力调九天，大灾后福，大灾后，后以无强，后无边，此偏故父不离后，离后人伦颠倒颠，念得十遍天歌好，念得百遍万好传。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必好天。这是宗旨定天地，立心明，爱国忠恕，尊天宗礼，好父庙。着师尊，信平久，和乡邻，解恶向善，光明五伦八德，宪法五教圣人之恶子，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悉心电路，照计周真。恢复本性之自然，启发良知良能之志向，记念立人，记得实行，万世界为清净，化人心为良善，
记世界为大道。礼运大当天，大德之行也，天下为公，宣显以灵，刚性修睦，个人不作亲其亲，不作助其助，书诺有所将，状有所用，调有所调。官官高独贵职者，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何必去非也？不必重于己，令恶彼不出于心也。不必为己，是个无必而不听，得切乱结而不作。个为何而不必？是为大党。爱上清净经，罗君愿大德无形，心欲天地，大德无形，本行亦愿，大德无名。拥有万物，我不知其名。拥名万德，福德教，有情有德，有动有静，天清地德，天动地静，男清女德，男动女静，感本流远，二生万物，清者德之源，动者静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色界归。夫人心好清而心要智，人心好静而欲天智。良人见其欲而心自静，定其心而心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明者，为心未定，欲未显也。明显之者，内观其心，心无其心；外观其形，形无其形。观以愿以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唯见以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三言相接，即无所接，欲其灵生，欲其不生。即是真正，真常应物。真常得性，相应相正，相清正义，处处清净，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慧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圣道。罗君愿，上师无精，下师好精。上德不德，下德即德。即德是者，不明道德。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唯有无心，必有无心。即经其行，必经其行。即得万物。必着万物，即生贪求，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无少，忧苦身心，见得毒药，流浪生死，上沉苦海，应失真道，真常之道，五者自得，得五道者。
常清正义。哦，今年食茶食茶。哦，好，咱来出家了该食茶咧哈。好。诸主地家结缘，内灵接气，煞煞颠读，要对位境界，气分变现，观色问候，必亲自检点，一种一环，当书来处不疑，观心观理，经念不了为山。以有以交流，无念看以骨者，诸方必须欠约，见客切勿流连，地区即是结，安好性经约，因习约而经，凡所如定修，勿应花恶，勿无量变。三光六佛，一心得之门，地理接交，回归房之后，中学勿用准理，切忌严重，多种随愿，这如不可不行，诸顺随无，定数不可不脱。其心勿其欠托，教主要有利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之见挑目标，无占犯疑，见众可亲邻，自家文顺，刻薄成家。理无求者，伦常乖顺，日渐消亡。兄弟相亲，私分得润感，中有累位，以法俗殊严，见父言，乖君要，只是丈夫，重主财，不父庙，不成人主。戒律的加塞，无所重听，华色有色女，无计互廉，见富贵，自行俭用者，最可体，无贫穷而作交泰者，这些目前，其家界正常，常即道相向。处世界多言，言多必失，不是细力，而能必高官，有贪好福，而自杀生情，乖撇自私，非我必得，非自甘，杀得难行。恶劣恶笑，受必受其累，屈是老成，今即可相依，今听发言，含知非人之亲属，同忍耐善事，因事相争，见知非我之不是，是平心暗笑。是非无量，就因莫无，凡事当留于地，得理不离在恶，人有理庆，不可行多一心，人有何患，不可行虚行心，先欲人见，不是真善，恶将人欺，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各在邪路，力患而用暗箭，何言诸孙？沙门何孙？虽用孙不给，若有疑患，各可扎完。
即龙头无余，主地之乐，学书自在圣贤，为观心准君国，修分安明，顺时听天，为人若书，书好经验，书刻罗书。诸主伫家结缘中，好，今年朱比这位诸主是清朝时代的啊。咱咧讲的朱熹、朱文公、诸主，迄是宋朝的啊。才食茶哦，食茶，即摆要学三字经啊，食茶咧。三字经较长啊，食茶咧啊。好，感恩啊！哦，大家做伙学习真用心，真用功啊！三如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色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色明了，得人处，诸不他，断其苦。所愿山，有义风，教我主，名故有，用不教，无之过，教不严，书之道，主不学，为所宜，修不学，若何为？若不读，不成器，人不学。不第义，为人主，通晓时，亲疏友，习礼仪，享九龄，令文色，报于心，所动机，用数岁，令用礼，第一定，其先知。修好地，处见闻，地无所，色无闻，一而色，色而别，别而鲜，鲜而慢。三载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本性义，父祖亲。夫妇顺，佛春夏，佛秋冬，处处时，温不穷，佛南北，佛西东，处处风，应河中，佛水火，木金土，处五行，本河数，食甘蔗，家之贵，入二机。诸智害，佛风道，日所点，佛色道，东中权，色道下，混乱结，我中华，在东北，佛江河，佛怀济，处处独，最之器，佛大华，相形形。诸我乐，三之灵，佛殊龙，佛东乡，处处明，国之良，佛仁义，礼智信，处我常，不用闻，地所生，有特木，出铁棍，天水了，有强湖，有鸟兽。诸动物，灵慧所，鹅鸟小，灭数节，数六国，人所七，马游泳，天天死，数六条，人所属，佛体诺，佛爱苦，爱何欲，七情苦。清色土，色色色，诸我色，
目所识，生可感，一心常，处五味，口所含，见交香，一行成就，处五事，必所受，包可识，目色音。是有着，乃发因，发平常，发其益，事事成，以交协，各成作，有理心，心以主，主理顺，主主顺，自然经，乃救作，人之伦，不主因。夫妇强，家则有，地则强，中有数，有依平，君则敬，贤则忠，处实义，行所当，多顺数，勿违背，三主催，在小公，智数满。我福将礼乐社，作书作，歌乐乐，金不苦，为数学，人强尊，知识义，商说文，修歌文，才销断，礼可记，不可乱，若公法。其故苦其还，三六说，令地缘，还混无，自刚就，相混国，令古托，为学者，必有错，教学将，必数数。论语者20篇，君地主，必先言，明主者7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空隙，中不偏，上不益，国大学，乃成主，自修者。治平治，处事俗，好兵锋，如律经，事可托，其事业，礼春秋，贺乐经，东江球，丢连山，有归总，有就业，三业上，有颠簸，有混合，有舍命。此之我就公，作就礼，度六官，尊地体，大小大，助礼记，出圣言，礼乐备，佛国通，佛雅上。可数兮，东方应，西既亡，春秋作，夫伯变，色显恶，三团教，有公羊，有则是，有国良，经济灵，通托主，作其要，必其数。我主者，有顺良，文良主，定罗宗，经主通，学主数，可舍下，其中数，自虚龙，至皇帝，得三皇，其上世，当有无，何离地，上一顺。清清圣世，下有物，上有通，有文武，秋三王，
下传主，大天下数必在，天下下空法下各和相，略必在，自求无，求无王，天度调，不必在，最终究，就得当。王公对应干戈，上有水，思春秋，中建国，五百强，七强出，行进士，四间平，欢二世，楚汉清，各作兴，汉业建，志好平。洪武传，公武兴，为东汉，数必年，忠义贤，为蜀奴，成汉帝，贺三国，一气两晋，宋世纪，苗鼎全，为南朝，郭建明，北元魏。文东西，傅文秋，许歌帖，大治水，一通武，不在传，一通俗，东歌作，一礼书。读水乱，宋国基。20款，三必在，鸟灭之，国内改，鸟当治，极汉朝，前五代，大悠悠，严崇兴，寿châu县，18款，南北郡，姚义金。大清帝，元明金，绝宋世，许多国，姚建大，90年，国作会，太祖兴，国大明，洪武，郭金陵，大成祖，前燕家，16世。自从之今，宽严树，巧如林，李创出，新气魂，清世祖，应英明，情树风，吉大庆，有空勇，立天下，民安富。地极宽，得含干，变乱气，思应法，绕道体，东公河，传风玉，传九地，万清物，极灵兴，会地势，立宪法，建民国。高金树，专在诸，在地乱，地应水，树水环，风有处，树地义，汉书义，有汉三，国之树，兼正经，三通达。树者，树可是玉，红果金，玉金木，叫人送，生而为，调而书，色而书，色中年，书含好，果正言，上天下。调中年，合同伦，比记数，合听勤，依波变，下即解，
地无书，车地略，流天流，水气过，必不少，主贫苦，如龙吟，如应说，沙水平，黑不作，如虎心，如挂角。心随流，有可得，所罗转，二十七，书法本，学书籍，必记诺，有会地，内小心，离作书，若妙合，不信字，对待顶，亏得书。必记行，重清义，内小心，以立志，行不遂，令应事，必七岁，令夫吉，必应诺，人清吉，灭有黑，通好事，化文机，令变勤。下得温，令应吟，必如主，请聪明，逆男主，当主敬，当流暗，风七岁，起心动，作正如，必追游，心依术，逆有黑，愿离地。有为者，定欲事，言修也，皆书信，过分合，不为言，谈破事，通良密，言不合，问自问，求而合，众而言，用地君，定言。用明心，天虎六，公于前，如于后，言为数，因万言，若告诉，为一经，言有功，彼无责，盖是在，二面列，三如经，将。各位今年大家好，大家才用心要读经，会当休困休住。咱若要读前二文呢，即摆咱搁听，咱会当，无人要休会当先休困食茶大家今年都用心咧读经要到90岁90外岁目睭看了会生涩足辛苦安尼请大家多谅解咱才能诚心诚意咧念经，若有一点功德要回向的咱咧去世父母，咱认真咧读经，若有一点功德要回向咱去世的师长咱真认真用心咧读经，有一点功德嘛，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呢咱大家都用心咧读经若有一点功德回向咱家己本人咱大家身体健康平安会当来这读经有功德拢回向，大家拢欢喜安尼心情平静心无贪恋，意无颠倒，如日上升病苦会减轻得到健康会当来读经真好真好天好越南的越南的外来安尼读经个读越南文的吗？越南文的读弥勒教古真经呢你念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来，念出来的声音是什么？有越南文的弥勒教古真经。念出来的声音就像我们念经的声音呐，有，好用心
哦，好用心呢哈、哦，可以做这样呢哈、哎呦，连你的教辅真经都有越南文的嘞，嘿嘿，好啊好。哎呀，去台南买的吗？新市哦，哦。有荷塘有班哦。哦。哦，这样看，下面呢，你经典也有越南文的，嘿，你那9块真经也有越南文的呢。哦，真好，真用心，谢谢谢谢。哦，安尼这风气了较强，家己要注意一下，状态才好。后袂记你加早餐啦，进足热哈，进外口足热啊哈，进是热人哦哈，对对。所以你教这个陈义文嘛？哦，好，谢谢谢谢。你教陈义文。陈义文哈。